说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解说。今日要解说啥？要来解说讲过去台语歌的歌词真正感动人的所在。若要研究台语文，讲起来爱针对这个作词家的作品，深深来甲研究甲体会。我来讲过金和原主唱《蔡琴落尾》，我那捌灌唱过。最后一封信这条歌，歌词一幕一幕，描述敢若电影，紧紧上情。头一拍讲，今日接到一封遥远故乡爱人的批信，我心要来甲我斩断情丝，最后一封的批信。遮尔无情，遮尔薄幸，全部带念你我过去迄段绵绵旧情。怎样随时反面找到新爱人？咱知影讲，以早无像即当今，电话互相联络遮尔利便。我伫他乡接到故乡爱人的批信，怎样伊随时反面找到新爱人？互我感慨，互我唔愿。写这条歌，刘达雄老师我亲身讲互国情听，讲伊就是做兵的时阵，含一寡兵仔伴坐伫咧树骹，叮叮叮，吉他伫咧弹，伫咧唱歌。行来一个汉草足好的少年家讲，我敢会当含恁同齐唱歌？原来对方就是郭金发，两个人互相熟悉了，刘达雄才来写最后一封信，写佚佗人的目屎，写生命太阳，写流浪天涯，伴吉他才会真迄度的歌词。郭金发唱了，逐条都轰动。过来第二拍的歌词，剧情安怎样变化？歌词讲，读到心爱的人绝情批信，一遍又一遍。伊讲相亲阿伯百般无奈。已经甲人定亲缘，祝我快乐，祝我幸福，最后祝我事业成功，得到美满婚姻。既然违背良心，何必假有情？原来对手写来的批信，讲是因为相亲阿伯百般无奈，已经甲人定亲缘。不过在我看起来，你就是侥幸反背，找到新爱人。结果今日甲我讲这虚伪的言语。刘达雄老师少年伫日本。流浪过日本了后，真侪才拍拼的过程，过程今日无法度一一来描写。不过，伊栽培囝儿栽培了真成功。伊的后生是日本的律师，查某囝是日本的舞蹈家。讲起来，台湾人去到日本有法度这么成就，互人真怀念。过来第三拍国情，歌词要招你继续来研究，来讲一字一滴情泪滴落刀顶，伤心来回信，甘着满腹心酸慢慢写去。最后一封的回信，再会爱情，再会爱情。从今以后，无论海水会干，石头会烂，甘愿孤苦一生，唔愿谈爱情。别人拢是手抓讲，无论海水会干，石头会烂，我甲你要久久长长。作词家颠倒头讲，讲无论海水会干，石头会烂，我就是要孤苦一生。再会爱情，再会爱情。刘达雄老师伫2017年4月28日来离开去。留落，互人深深对这位作词家的追想甲怀念。